咁啊，今年嘅主題咧就係發展奮進創未來。呢個應該如果我理解係第2次嘅。咁你哋嘅同我哋嘅聯繫，你哋同我哋嘅支持係嚟得非常之重要。之前咧就請咗一啲嘅較大嘅學生，咁都發現佢哋喺 AI 嘅知識咧都係比較好啦，都可以處理到課前、課中、課後嘅一啲嘅課堂安排。咁通過同較大學生合作咧，咁我哋可以將教育學嘅經驗同埋課程嘅準備咧更加充分。今日都見到好多較大嘅學生，感覺到佢哋其實係一個好有自信啦，亦都好有創新嘅諗法，係充滿熱誠嘅，亦都好希望令到自己學習嘅嘢能夠係喺社會上面有一個實踐啦。今日同學仔嘅表現更加主動，更加有熱誠。今日呢個活動呢，係我未見過其他學校會咁積極咁去邀請僱主過嚟溝通咯。呢點其實對僱主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加分。有幾樣嘢咧，大家要留意。第一咧，就要知道個時事；第二，你嘅溝通能力，包括英文、中文，講嘢要清清楚楚。第三咧，你可以不妨問下僱主，你究竟需要啲咩嘅人才啊？咁你就可以度身訂造，揀你理想嘅工作。我哋嘅同學，你一定要係向前進發，係令較大一路俾到大家嘅學識、教養、修養、修為，係將佢發展落去你嘅事業，同埋咧係將佢係發展出去咧整個社會，帶動整個社會嘅發展，同埋咧帶動整個社會嘅前進。好多謝我哋 SL 幫手舉辦今次嘅活動。喺今次活動當中咧，我哋可以學識啲咩裝備自己，例如勤奮啦、努力啦，要順勢而為同埋專注嘅。借呢個機會鼓勵我哋同學參加多啲唔同嘅活動，等大家咧係不斷咁成長。最緊要咧就係記得我哋較大係以立德樹人咧係作為我哋嘅教育方面嘅宗旨，希望大家咧以道德為先，以個人嘅發展伴隨。